呦！喂！你会开车吗？啊？你会开车吗？你会开吗？你怎么开车的？那你会开吗？可是我明明打左方向灯了呀！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行，不能往前开，你还往前开啊你！今天我跟你来个明星大赛，看谁没得酒。可以。好，开始。好了，我输给你了。水呢？水我喝完了。啊！啊！赶紧吃饭，别看了，等一下还要上班。我不是看我的女神范冰冰漂亮吗？你喜欢范冰冰吗？等等，喜欢范冰冰，我整死你！干嘛呢？你不是说你喜欢范冰冰吗？吃啊，吃啊！这就是范冰冰。对啊。老板，这葱怎么卖啊？哦，松啊，2块钱1斤。哦，那我分开卖，葱头1块钱，葱叶1块钱，行不行？这不一样吗？行。对，松头1斤1块，松尾1斤1块，总共2块。啊，老板，好。这不都一样吗？真是的，什么样都有。到家了，你先回家做饭吧。好的，记得别玩太晚啊。好的。嘿嘿嘿，看我的直狼拳，一起玩个够。你在干嘛呢？哎，老婆，你的钱落在车里面了。我的手机。哦，在这。啊，哎嘿。你干嘛？我招风。听说种豆得到种活得活，今天我种钱看见能赚到钱不？啊？钱啊！今天一定发财了！哦，怎么变成1块钱了？妈卖皮干的我肉就是3倍。看到我指给你看。
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再從開始走到結尾，那個不會變大個。但終要想要那個理由，有誰可以勸阻？待要 F4，仲有變數，最普通嘅距離世上遍佈。愛埋春天散落每個季節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過程差得過衰老。重新出發啦，更渴望未來。哎，兄弟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来到城里啊。去城里干嘛？找工作啊。啊？身份报信？为什么？防你套路山。啊？还是跟我在街放牛吧，放牛一样可以赚大钱，这行吗？行，走。兄弟过来，过来。啊！哎呀，兄弟，都说城市套路深，农村路也滑呀。